即点我要来读圣经，马太福音5章8节，阁一位是马太福音6章25到34节，5章8节甲6章25到34节。这是伫新约现代中文译本第7页，台语汉字版第4页。现代中文第7页，台语汉字版第4页，马太第5章第8节。我来读两个版本。现代中文译本：心内纯洁的人，偌尼有福气啊！因要看见上帝。汉字版是：清起心肝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看见上帝。阁一位马太福音6章25到34节，25到34节。现代中文译本第10页，台语汉字版第7页。所以，我甲恁讲，毋好为着生活上所需要的啉食，或者是身躯所穿的衣裳来看路。恁的性命敢无比啉食较重要？身体无比衣裳较重要？恁看天顶的飞鸟。因无种作，无收成，也无积存伫册仓。恁的天父也阁养饲因，恁敢无比鸟仔较贵重吗？恁中间也阁有啥物人会当用看路加活几工？为虾米为着衣裳来看路啊？试看山顶的百合花怎样生长？因无工作，也无纺织，但是我甲恁讲。甚至亲像所罗门王荣华航午的时，伊的衣裳装塔也无比一蕊野花遐尔啊水。山林的草今仔日直直，明仔载就孤单，迄伫火炉烧去。上帝也阁互因穿甲安尼，伊减无阁较死衣裳互恁吗？恁的信心太细啊！所以毋好为着咱要食啥物、啉啥物、穿啥物来看路，因为这个拢是无信的人所追求的。恁的天父知影，恁需要这一切，恁爱先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遵行伊的旨意，伊就会将这一切拢供应互恁。所以恁毋好为着明仔载看路。明仔载有明仔载的看路，一日的艰苦，一日担当就到业。以上，愿上帝祝福参加查经班，定定读圣经，佮照伊的话去行的人。咱牧师所传讲的信息，木心系列，头一讲是心乱了，第2讲是好心。第3讲就是今仔日清心，请咱大家恭敬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牧师要甲大家做伙来分享清心这个题目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常常透过你的话来，互阮得到帮助。求主赐福保守看顾阮，这个时刻，互阮的心会当安静落来，来领受你的话，透过安尼来得到帮助。恳求主你，互阮有属天的智慧。阮只是要领受，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清心。这个台语汉语本的圣经翻译做清起心肝，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做心内纯洁。伫这个希腊文的中间，清心原本的是纯洁的意思，就是亲像一个湖水，这水面是非常非常清，甚至清到会当看见底。无任何的杂质，所以现代中文译本将这里翻译做纯洁。
这纯洁的意思其实有另外一个意思，除了迄个讲迄个水真清以外，佫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讲，如果这个水内底有这个杂质，爱来除掉，互伊恢复迄个清气。所以咱的台语和日本翻译做清气心肝，就是这个意思。咱的心真奇妙。如果你的心内底底真侪物件，你的心就复杂，就无单纯。一旦若复杂，就是心会热热，袂清。人讲一心二用，一个心两个用，做伙用两项物件，思考两项物件，其实就是学袂好。我会记得我少年的时阵，有时读册的时阵，一边读册，一边听这个广播电台，到尾心拢去这广播电台扭去，对伊咧唱歌，伊咧讲啥物话，拢咧想伊，拢无注心咧看册，所以一心二用其实无可能。耶稣基督讲，一个人袂当侍奉两个主，嘛是相反。咱无可能心内有两项物件伫遐咧拉扯，你的心会变乱去。虽然心你也能放一项物件，如果你若放无好的物件嘛袂使。爱放迄个单纯的物件，爱放对的物件，心较会清啦。大家看到我边仔有一个水管这毋是讲因为牧师今日放喙真喙焦，所以用遐济水毋是啦要做一个实验，互大家看啦这咱亲像咱的心同款，咱的心咱亲像这清遐尼清人讲咱的心真清但是有的时阵讲。有人讲牧师我的心袂清，心袂清的因素，就是因为咱伫这心内底加伤侪物件啦。有时阵你会加即个烦恼对无？烦恼甲困袂去。有的人烦恼家己的囡仔读册有问题，有人咧烦恼家庭的经济，有人咧烦恼总统做袂好，无所不至烦恼所以就艰苦。有时阵咱受到咱的欲望的引诱所以拢感觉我真侪欠缺真侪欠缺有时佫有一寡歹的心思意念伫内底就互咱的心哪来哪袂清有时咱的心中有真侪悲伤苦痛咱亲像即个咖啡同款来落来心就变苦对无甚至咱有时受到罪捆绑这是我咧写毛病的受的罪捆绑这个实验互大家看，咱的心受污染来滴咧你的规个心就是毋免滴伤济就互你乌噜噜所以有时阵咱的心就安尼，原本就真清对无？即摆受到这外在的环境的影响，咱的心就袂清。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看记着。咱原本的迄个心清的时阵真快活，真爽快。但是，一旦咱的心亲像安尼，落落袂清的时阵，咱就真忧愁，真艰苦。圣经中间就咱讲，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当你意识到我的心已经落去已经受污染爱赶紧记牢这个金句，咱爱赶紧清气心肝。因为清气心肝的人伊会当看见上帝。为什么安尼呢？因为当一个人受到外在的影响，互伊心袂清的时阵，伊意识到讲我这个时阵安尼毋对互我会哪来哪离开上帝。所以伊就求上帝，求圣神来帮助伊除掉伊心中的杂质。因为伊有即款较无的心，伊期待上帝来帮助伊，欢迎圣神伫伊心中动工。清气伊的心肝，所以伊自然而然一再一再去亲近上帝，而且因为伊即款较无的心，就带伊到上帝面前，互伊看见上帝的阳光。所以咱看见着诗篇24篇第30到第40讲，什么人会当上耶和华的山？什么人会当进入伊的圣殿？就是迄个手清气、心清洁的人，无拜偶像。无法计救出来的人，意思讲，一个人无受到外在魔鬼，还是讲一寡世间的有效的影响，
手清气，心清洁，就会当来亲近上帝。咱看见着大鼻王，伊犯了错误，伊意识到伊家己毋对，所以伊就做诗篇51篇。伊讲安怎？讲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一粒清气的心，求你互我有换心正直的灵。求上帝毋通对伊收回圣心，互上帝会当搁一遍甲伊亲近，伊会当甲上帝结连。所以当一个人知影爱清气心肝，上帝就互伊一个应允，伊就得到一个福气，伊会当看见上帝。人心袂清吼，其实毋是啥物款的，有啥物款的欠缺，是因为是拥有太侪物件，互伊的心复杂。亲像牧师拄则等真侪物件，你比即个真清的水相款，咱的心就落去啊。所以咱爱面对即个问题。今日牧师我要做一个简介，咱来知影有4种物件会引诱咱，是互咱的心袂清。然后牧师要互大家4个秘诀，互咱的心会当得到清气。咱一项一项来看。第一项心袂清的因素是来自物质的引诱啦，物质的引诱。第9咱心会烦恼，心会烦恼，因为咱心会无清无纯洁，是因为真侪人有过侪伤侪来自物质的欲望啊。物质的生活对咱的有一种真强烈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佮加上家己心内欲望就会将咱带离开上帝，带到幽魂的中间。当咱人若欠缺迄个来自上帝安全感的时阵，忧愁真紧就掠掉咱的心，互咱的心无法度清啊。咱来理解来讲，咱活踮伫一个充满试炼的环境中间，特别是咱看见着电视的广告，还是媒体的广告逐工拢咧对你会手讲你欠啥物货，你欠啥物货若安尼年久月深你会感觉讲我可会欠遐济你有一种真强烈的无安全感，讲为什么我欠亏遐济？我若要去买这个物件，为什么我的钱遐尼少？为什么我的钱无够用？所以这种环境互咱种压迫感，互咱设法想要去趁钱，互咱的注意力慢慢对上帝刷到这个熟悉的物件。即摆电视广告是太恐怖的。我最近有发觉一点，就是讲伊这毋知影软体安怎设计如果你若去需要啥物物件你去这个网站顶面去找这个商品的时阵你虽然你到尾来这个网站关起来了，你咧看这个咱的迄个软体 FB Facebook 的时阵，伊遐边仔相款类似的商品的广告会不断拢出来。最近我甲牧师娘想要买一个拄伫迄个厨房内底缀物件买一个拄结果就是去找这个物件找到尾仔买3个拄我到尾我搁伫遐装最近若有人看讲我伫遐咧装做遐拄当头起是感觉讲欠一个，到尾商品搁出来两个人讲这个有人应该爱买，搁买好佳哉已经无所在通摆所以袂买第4个所以这个物质的吸引力实在是非常非常恐怖咱若一直陷入伫即款的吸引里面就讲这外在的吸引咱搁用家己的私欲去甲伊结合的时阵，渐渐你会感觉讲我较会遐尼欠，我较会欠过遐尼济即款忧闷就会进入你的心中你就变成做一个清心的人，你的心就袂清了所以面对即款的心袂清，有一个秘诀就是讲，咱来去除了这个忧闷，互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完全来掌管。咱拄则所读的第2段经文，这是耶稣基督甲咱讲一个真重要的概念，就是讲咱毋通为着世俗的代志过头烦恼了过头烦恼。
耶稣基督用两个譬如，伊讲你看天顶的飞鸟，哦，耶稣咧讲这个教训的时阵，可能伫迄个旷野的时阵，伫个野外咧讲，讲啊，你看迄边的飞鸟，哦，你看迄飞鸟伊也无种植，也无收成，啊，佮无积住这美牛伫车窗内底，你看因有对这飞鸟夭着的，无嘛？天父自然而然供应因。啊，咱的生命敢无比这飞鸟较贵重吗？啊，耶稣去指另外一边讲，啊，你看这山林的百合花，你看百合花开了遐尼水，甚至连所罗门，叫迄个烟花航舞的时阵，伊所穿的佫无达得这百合花遐尼水，啊，这百合花伊也无芳质，伊也无着磨，但是总是上帝来糟蹋到安尼，甚至百合花伊开花的时间真短啊。早起时真茂盛，到下暗时就孤单。上帝佫来糟蹋到安尼，啊！所以咱做上帝宝贝的人，毋通为着这要食啥物、要啉啥物、要穿啥物来烦恼。一日的烦恼，一日教养。然后耶稣基督甲咱提供一个真重要的观念，互咱伫物质需求顶面袂忧愁。就是伊互咱一个提醒，就是讲，大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如果咱若大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咱自然而然就袂伫物质上忧愁。啊，为什么安尼？求伊的国意思就是讲，咱互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完全掌管。互上帝完全掌管。咱讲求上帝的国。就是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做王嘛，咱的心若互上帝掌管，互上帝统治，咱就明白，咱的主是一个供应丰富的主。咱的心互伊掌管，咱就袂去受到这个世间的物质的诱惑。咱明白有一个听咱的主伫咱的生命中间完全掌管，所以我袂为着未来来忧闷。我嘛袂烦恼，讲我生命中间有啥物款的欠缺。啊，第二个原则就是，咱用上帝的法则，来讲用上帝的标准来活。咱知上帝的义就是讲，甲上帝有一个真好的关系嘛。啊，你要甲上帝有真好的关系，你就照上帝的标准、上帝的法则、上帝的话来活。当咱若照伊的标准甲法则来活的时阵，咱自然而然袂陷入迄个物质的诱惑的困境。啊，伫遮咱来明白一点，就是讲，耶稣毋是讲，只求上帝的义甲上帝的国哦。耶稣是讲，大先求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意思是讲，咱生命中间迄个顺序来安排好势，咱自然而然就袂有忧愁。啊，所以咱先求上帝的国，互上帝完全掌管。照上帝的法则，照上帝的原则，照上帝的标准来活，咱自然而然会当去杀这个物质的诱惑，互咱心肝会当清起来。第二个问题互咱心袂清晰，来自咱生命中间所拄着困难。咱伫人生中间不如意的代志，10项有8、9项对无？不如意之事10之8、9对无？所以咱生命中间的确会拄着一寡无照咱的意思，也是讲拄着一寡困境。这困境有时会互咱带离开上帝。咱看见着诗篇102篇，这是一个拄着患难困苦的人所写的。伊讲，伫我陷入困境的日子，我的心亲像高大的草被纳碎，甚至安那。连食饭拢食欲拢消失，规日安尼吐气哀叹，规身躯只剩皮包骨，所以这是人拄着忧愁困苦的时阵，想要用家己的力量去超越的时阵，咱会拄着这款的情景嘛。啊，这款来自生命中间的困难，会搅了咱的生命，互咱的心袂清啊。啊，因为困难、艰难、困苦会互咱的注意力对上帝遐刷到咱的
艰难困苦。你若愈看这艰难困苦，你的生命中间的迄个困苦会愈来愈大，会放大啦。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人就是遐尼软弱，有时拄着一个小小的困难，咱就互即个困难捆绑掉的，将咱对上帝的手中抢过去，互咱的心忧愁袂清。对着安尼，拄着安尼，咱要安怎？要拄着即个问题，要清心的方式，就是爱去如这较了，爱专心信靠听咱的天父上帝。咱来明白伫咱的人生中间，拄着患难困苦，这是一定有的代志。耶稣基督嘛讲，你伫世间有苦难嘛，但是咱通放心，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看赢这苦难嘛。而且苦难对咱来讲，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圣经常讲，遭受试炼，然后忍耐到底的人有福气，因为通过考验了，伊要领受上帝听伊的人所应允迄个生命的冠冕。一只雅各书的作者同咱讲苦难虽然咱无真爱拄着，但是伊对咱生命依然有意义啊。如果咱若听上帝的话，上帝嘛听咱明白安尼的时阵，咱会当靠着上帝的气力，超越过即款的苦难。你看，当咱超越过即款的苦难时，咱会领受一种真大的祝福，就是咱的生命得到提升。所以伫生命中间的困苦中间，当咱忍耐到底，咱会当靠着上帝互咱的气力，拄着这个较了，提升咱的生命，互咱的生命哪来哪成熟，亲像天父完全相款。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伫咱人生中间，有时会拄着一寡艰难困苦，但总是咱来看做是咱生命中间的一个祝福。伫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咱一定要提醒家己，爱仰望上帝，专心信靠伊。特别咱是伫教会中间，咱有教会生活。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咱来到教会，伫兄弟姊妹互相扶持下面，的确咱会当透过安尼去明白上帝的恩典。牧师甲大家分享过来遍，我伫教会就无老爸，这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足大的伤害。我特别是逐当若拄着迄个父亲节的时阵我实在是我上界艰苦的。迄阵阮全班40几个学生将近要50个，连我一个无老爸大概若拄着迄父亲节的时阵老师就爱叫阮写我的父亲写作文，无就叫阮画我的父亲美术课。虽然我对我的父亲、我的老爸有印象，但总是迄个时阵，迄个心头的艰苦还是讲袂出嘴的。但总是感谢主，我的阿舅看阮的家庭安尼因为我是上界大汉的，我下面佫2个小妹因为即款的家庭真正需要明白信仰，所以阮介绍去教会。伫教会中间有真侪这属灵的长辈做我属灵的老爸，是不是？伊嘛老讲，你虽然肉身的老爸已经离开恁，但总是有一个听你的天父，会当扶持你大汉。所以即款的艰苦我伫教会中间的帮站下面，我超越过即款的艰苦。后来我去教会内底牧会，嘛拄着真侪这单亲的囡仔，伊嘛因为真侪缘故失去老爸，我个还会当去体验着因心中的痛苦。所以有时过年过节，我牧师娘就教我准备一寡礼物有时过年的时阵会包红包，或者会失去老爸的囡仔，然后我会来勉励，互因有一个属灵的老爸来帮助伊。这就是教会存在的功能嘛。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当咱拄着生命中间的困苦，咱靠着上帝的气力，互咱超越这的时阵，咱就得到一个祝福，互这个祝福这款的恩典，会当去祝福别人。这是上帝爱咱每一项所做的事。第三项，心袂清，
的因果是来自关系的破坏。咱来想看卖哈，如果你甲别人的关系无好，你心一定袂清嘛，常常受这代志咧搅了嘛。咱看见着，我看见着真侪家庭，先生甲太太袂拄好，关系无好；有诶大家甲新妇关系无好，有诶老爸甲囡仔关系无好。啊，这一旦关系无好，这人拢袂心拢袂清嘛。啊，拄着这困扰的时阵吼，会造成你心内的埋怨，甚至怨恨。啊，这当怨恨控制你的心的时阵吼，哇，你的心就离开上帝。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绝对唔通吼，因为关系无好，心被捆绑，或者怨恨，还是讲这愤怒的灵、埋怨的灵，占领你的心，影响你离开上帝。你甚至到尾尾，你会埋怨上帝。啊，对着即款的情形要安怎？牧师嘛甲大家分享过几啊遍，就是唯一的办法，就是你爱包容、爱宽赦、爱和解。当他意识到这个代志咧影响咱的生命的时阵，咱一定爱求上帝除掉这占领咱心中这歹的因素。咱求上帝吼，将迄个疼、喜乐、和平放入咱的心中，互咱心中受着疼会充满了，咱就有能力去甲因和解。因为当咱愿意赦免的时阵吼，咱才会解决这个问题。无常常吼是别人犯错，啊你咧受苦，所以你透过上帝的疼充满咱的生命，咱会当透过宽赦和解去处理这个生命中间这个未清的问题。最后一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是，咱头前有讲三个原因，无论是物质上的引诱、环境上的困难，也是人际关系的破坏，这根源拢是来自灵性顶面的污染。就是当一个人灵性受到污染，灵性受到污染，就会引起咱以上所讲的这个问题。所以咱来理解就是讲，灵性的污染就是魔鬼进入咱的心中，魔鬼会化作无同款的形式来引诱咱离开上帝。有时阵互你骄傲，有时阵互你艰苦伤心，有时互你怨妒，有时互你袂记得你是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啊，这内心出现这意念的心就袂清。咱等下所要念的迄首圣诗279首，我伫查经班的时候有讲过，这首诗歌伊的作者作词的作者，伊是咧辅导这问题的青少年。伊接甲这问题的青少年咧接触的时阵伊发觉讲，这少年因自细成长环境可能无一个家庭是完整的。有的囡仔受到伤害，有的囡仔被排斥，所以因心中充满了惊吓。人一旦惊吓，伊显露出来外在表现，就是有可能伤害别人，有可能用无好的话去骂别人。所以伊明白这囡仔的困境伊就创作这首诗歌。伊讲注点咱心内无惊吓自在。求上帝伫咱的心中将这惊吓除去了，而且咱看第2节，伊是讲咱甲上帝结连，知影咱有一个天父上帝咧听咱。伊对这问题少年讲：这世间的人排斥你，甚至你的老爸无爱你，但总是有一个天父上帝要做你的天父，你要做伊的囝。咱甲上帝恢复关系了，咱自然而然会当排除咱心中遐无好、遐惊吓、遐艰苦。所以要去除掉这个心中的罪恶，唯一的方法就是安怎保守咱的心，先除掉咱心中的罪恶。咱透过悔改认罪，求上帝除掉咱心中的罪恶。咱来明白，撒旦搁再有能力，伊只会当有效攻击咱。只要咱的心无愿意受到伊的影响，伊就无法度得胜。所以，如果有灵性顶面的困难，咱就爱用属灵的方式来解决。
才会叫做属灵的方式，就是用更较侪祈祷，更较侪的读圣经，明白上帝的话，将咱的生命建立伫上帝的话顶面，建立伫祈祷顶面，建立伫这属灵的事物顶面。这是上介好清除污染的方式。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是为什么牧师遐尼强调咱的查经班爱参与这查经班的这件事。咱虽然咱已经过2个礼拜，2个礼拜拢有超过300个兄弟姊妹来参与，但是牧师感觉还阁无够。咱随常还未进入读加拉太书，咱即礼拜要讲加拉太书的导论，所以你若对即礼拜来参加，还阁会赴，所以你会当开始来参与。咱将咱的生命起造伫上帝的话顶面，这是清除了咱生命污染上介好的方式。愿上帝亲自帮助咱。牧师今日甲大家讲真侪心未清的这代志，可能即个时阵咱心中也充满真侪艰苦、悲伤，也是讲有真侪埋怨、怨恨，亲像这水相款，乌乌未清。但是这个时阵，上帝要透过圣神的帮助，来帮助咱拄着这个。今仔是圣神降临节，所以咱确实圣神会当帮助咱明白上帝的恩典。所以这个时阵，牧师要替大家来祈祷，咱将咱的目睭开起来。咱也请台道的同工做准备，台道的同工做准备。咱今仔日分享上帝话，咱明白有真侪来自物质的诱惑、环境的困境，这就是人际关系的破坏，或是来自灵性的污染，互咱的心充满混乱，互咱的心袂清。但总是这个时阵，圣神要透帮咱。如果你若需要人替你祈祷的，你会当将你的手举起来，咱目睭开开，将你的手举起来。咱请咱台道的同工，会当这个时阵来到这个人的身躯边来帮助伊、服侍伊。咱请咱台道的同工会当起来服侍。咱手举起来好。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圣神要带予阮的祝福。主啊，阮伫生命中间有真侪来自物质的诱惑，也是生活中阮的困难，也是阮甲人中间关系的破坏，直到阮的心充满了混乱，心袂清。主啊，阮恳求你来清起阮的心肝，阮恳求主你大大赐福保守看顾阮在座所有兄弟姊妹，特别是伫你的面前举起手这的兄弟姊妹，你用你的圣神灌流伫阮的中间，激励阮，清起阮的心肝。因为阮知，当阮清起阮的心肝了，阮会得到一个大的福气，就是阮会当看见上帝的荣光。求主赐福保守看顾阮每一人。奉耶稣基督名祝福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阮领受对上帝来恩典甲快乐，得到清起心肝。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